最高法院认定，只要伫境内出事，就是美国人。跨性别运动员也袂当参加查某组的校园体育比赛。开始歇热，高雄市政府启动青春专案，出动700多个警察去临检，查到6件食毒赛车，1件食酒赛车。偏湖敢若7、8月有开放掠野生的马粪海胆，不过煞有人逃走，农渔局提起违规有通判3档，也是罚15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1公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即马开始歇热，高雄市政府是来启动青春专案，跨局处来联合稽查。头一项的任务呢，就是来预防毒品，也有组织犯罪。17个分局拢总是派出749个警察去临检，有查到6件食毒赛车，还有1件食酒赛车。这当中呢，有少年人是伫咧食毒了后，驶路卖新车，结果去互人撞到。来，麻烦证件哦，谢谢。看到原警专副总比今日临检，民众也配合提出证件，激对新军。高雄市30暗时启动青春专案，前往少年朋友爱去的56场所安排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其中高雄市17个分局拢总派出749名警力，伫咧重要的路口扩大临检。警方表示，学校开始休抓，这个为期2个月青春专案，头一个重点勤务就是毒品的防治，呼吁青少年朋友休抓嘛爱健康生活，千万唔通去绑流毒。毒品的犯罪，以及暴力的犯罪，以及所谓的财产的犯罪，以及性与家庭的犯罪，这4大工作主轴是我们本次今年度的一个工作的主要项目。比如说求职，比如说在这个海边游戏，或者甚至是在交通，那么消费、电影院，那么等等，那么我们都要保持尤其是不要被受到诈骗。这摆扩大临检，伫咧仁武、林园、前镇等地区，拢总查到6件食毒赛车，1件食酒赛车，有7台轿车甲奥多拜共当场扣车保管。其中仁武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23岁姓李的查甫人赛车违规甲砸落来门，那车顶有炸毒品，快胎1件，又个是食毒赛车。右转弯时，未依规定先驶入最外侧车道。随上前拦查，查获驾驶李姓男子持有依托米纸烟弹及雾化器。犀利的查甫人食毒赛老爸车出来拍照，互警方掌到。除了人爱上班以外，这台无够1年的新车嘛爱扣牌保管。警方呼吁家长爱加关心囡仔休抓的生活状况。除了毒品以外，亲像做临时工，也是去耍水佚佗，拢爱注意自身的安全，避免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朱晓用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个台南市议员郭信良，伊是牵涉非法利用上千万的政治现金，也有文教协会专户的钱。今仔日这检方是以公益侵占等罪嫌，甲这郭信良家族里申请羁押禁见。嘛，因为这年底大选就要到啊，所以检方安尼大动作来搜查，也引起在地讨论。台南地检署侦办现任议员郭信良涉嫌公益侵占案，检察官指挥调查局南基站等单位查到郭信良含姓杨查某助理，在民国107年至111年涉嫌耍用政治现金和文教协会专款非法侵占超过1000万，检调甲2个被告含18证人带登的精神，认定因2个涉嫌同罪。在7月初1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1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其实郭信良食官司不是头一摆，正前伊捌加入去安南区土地中划备案，一审互人重判13档，去年2审并盘判无罪，目前专案搁咧上诉最高法院。去年底检方追查光电备案，意外查到伊涉嫌违反回填营建废土，互人追加起诉。因为伊总是强调家己总情清清白白，到单废土案也未结束，搁来一件侵占案。郭信良有可能因为陈年会当选。伊去燃起一些外口传闻说伊想要选议长，是不是安尼关系？无一大堆人政治现金收咧，开黑白开作弊啦。用这个原因来审压，我感觉无破。可以查明真相，
如果无罪的话，原清白；如果证据足够充分，也应该秉公办理，避免往政治问题的方向做延伸。郭信良亲近台南基站前几天，马巴克那也和不同的机关协调，顺利当选议长。年底大选连立到减掉这阵大规模搜查，引起地方正大讨论。外界拢真关心这波千万不法的金流，敢会继续摊销？减掉目前当咧全面查被告的手机和电脑，要进一步找资金流向到底去倒位？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仔日是7月初1，在中国也开始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只要是认定有破坏着民族的行为，安尼不管这行为人是倒一国，甚至讲住伫倒位，拢会当来追究责任。咱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是表示讲，这项政策概念是无够明确的，当选立场是依持现状，安尼嘛有可能会真多。中国制定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伫7月初1实施，其中第63条规定，任何境外组织也是个人，只要互中国认定实施破坏民族团结也是民族分裂的行为，都会依法对责任，无限国籍甲地域。那什么叫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那如果你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存在，那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这些都是随时有可能被模糊的概念，然后去套上一个罪名。陆委会坦白讲，这部法律扩大中国对境外的长手骨管辖、甲跨境的镇压。即马当着香港的主权刷予中国29周年，香港政府继续使用中国维持稳定的模式，扩大国安法制，也引发国际关注。用所谓的国安条例，它已经不断的在扩大这个国安部门的权力。那有一些香港朋友甚至说，香港现在是虽然没有戒严，但实际上是在戒严的状态。学者分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凸显中国的国安法令是假假白了工，也显示习近平执政欠自信。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强调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宣传甲统战是失败的。习近平对自己执政的没有信心，这个时候还要再搞一个民族团结法，强硬的法律来希望大家团结。其实我反而凸显了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努力啊，是一场空。中共是否会透过这种比较粗暴的动作，来去对待台湾的官员或是台湾的民众到海外的时候进行相关的政治上的压迫？相关政府部门必须要提醒国人在出国的时候要有所准备。吴锡埭也进一步表示，安怎透过台湾甲民主国家的制度互相连接，也是甲民主国家合作来防止中国威权主义的扩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未来爱关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咱一只朋友的渔船昨伫花树附近呢，去拄到中国的军舰，也毋过对方并无采取行动。咱的渔民有甲这只军舰甲翕落来，外界判断讲是这控五四型飞弹护卫舰有防空、反潜甲反舰的三大能力。是到7年啦，这站有较风款几啊款啊，看高龄按车按时啊有出个新妇啊，是安尼加减有影响安尼啦。是，就是无像较早遐尔严啊啦吼。其实这中国的海警船呢，过去这态度是大正的，真侪届拢有下过这海峡中线，甲咱的渔船赶互走。也毋过，咱渔民观察讲，最近这中国海警船呢，较无遐爱找麻烦啊，认为这是甲咱海巡加强巡防是有关系。来看，咱行政院是提出2100亿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那白电影也有提出因家己的版本。国民党是讲这6档要来编2400亿，也毋过国防部长顾立雄却表示讲，看到实在是上无，这个的钱到底敢会照拼照行？也那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伊是表示讲，这在野的版本有违宪的记录，甚至有可能会阻碍到其他预算。宪法第59条规定，预算是由行政院提出的。宪法第63条规定，立法院议决预算案。宪法第70条更是规定，立法院不得做这个对预算增加支出的决定。在野甲行政院办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动落来，家己提出版本。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质疑唔但违法，甚至违宪。其中那白龙发射讲，可能登去年度预算。国民党办各地6年2400亿，甲经济部列做主管机关。国防采购那个本来是国防上的需要，支持产业的发展哦，那个当然是经济部来负责哦。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可能我是要请国民党要能够释疑啦，就是说，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审今年的这个预算一样，他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针对南亚自编自审，国防部长顾立雄认为已经明显违反行政甲立法的分立原则。今仔顶礼拜6月28，行政院办无法度复位的同一时间，国会访美团也登伫华府的最后一场见面会。不过，其的立委说谎指控，只有机会甲美国头批评南北当军国。不过，国民党的立委罗斯宝是出来说，影讲其实大家拢有共识，爱展现团结。不管是在任何跟美方的座谈、会谈，那都是遵守着一个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原则上是只引述自己的意见。大家政党有不同立场。那到国外去，我们就要展现一致团结啊！我看到各个委员大概都往这个方向。在野党的人士，目前有多位都到国外去，都说了很多支持国家的话。我希望这个是内心话，而不是场面话。行政院长杜英泰重新强调，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是咧补强进前的国防采购特别条例的不足。用特别条例是因为伊稳定而且久长，伫预算法的规定对一般预算影响是上轻的。强调行政体制运作也是真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国泰世华银行的前董事长郭明cảm呢，是因为兼做世芯 KY 的独立董事，转引起这金融机构内部管控的问题。郭明cảm是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讲伊个人的兼职是有符合着规范的。同时，伊嘛来拒绝这董事长蔡宏道的邀请，无要来做国泰金控的资深顾问。国泰世华银行前董事长郭明cảm因为兼做世芯 KY 独立董事，违反利害关系人投资的问题。虽望讲郭明cảm已经请辞，不过国泰投信伫咧规个案件补偿的金额，要是关闭交易，超过5万个人受影响，就爱国泰投信的资金吸收。规个案件嘛变作是拜三立法院财委会关心的重点。断讯。造成我投资者的损失。监理没有摆烂，治理确实失礼。各个公司不管哪家公司，它都有规定说多久要申报，比如说你都要申报，但是他们没有落实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没有落实他们自己的规定？这我们要来检讨。有立委就认为，国泰金和投信的代志，显示金管会监理有问题，治理失效。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就表示，针对重大拄到爱通报，有重大影响性、时效性。甲拄到性，金管会就会收集资料，和通报单位做资讯的交流。外界质疑金管会无咧做代志，甲实际讲法无符合，因为金管会已经要求3摆，爱公司补充资料等等作为，嘛有进行金融检查。金管会政治局就表示，投信若是违反内部控制，上悬会当罚300万，上严重会当撤销证照。还有立委质疑金管会是毋是因为国泰金有前金管会主委王丽玲等等老长官，才唔敢动手。这些都不是我的老长官，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金管会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国泰金控监理的情形，潘金良就承诺已经爱投信告工会，要求各业者全面清查董事兼职的问题，避免违法。在咧金融检查内容当中，嘛无排除约起哩金控和国泰世华银行，也若对退休的官员做独立董事还是董事，嘛会进行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际消息咱要大先来关心的是，这美国最高法院宣布2项历史性的裁决，因是来驳回这总统 Trump 限制出示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认定讲只要伫美国境内出示，安尼就是美国人啊。Trump 是表示讲，伊会透过国会立法来反击这项裁定。因为这跨性别运动员法院落尾是允准各州会当禁止这类的选手来参加查某组的校园体育比赛。美国最高法院3早针对出现公民权议案进行宣判，法院以6比3否决美国总统川普限缩出现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消息指出，伫法院外口等待结果，民权团体欢呼声量真大。This is a fight of who belongs and who this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erase, and we won't let them do that. No. The notion that goes back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the Constitution couldn't say it more clearly. If you ar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are a citizen. 蔡奎书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甲最高法院1898年的黄金德案，明确指出，这宪的是并无规定只有公民，也是永久居民的囡仔才会当得到美国籍。川普伫2025年就任了后，随着紧缩移民政策，透过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袂当向非法居留美国也是提有第二签证者所生的囡仔合法承认因合法公民身份的文件，想要终结出生地公民权的法权，也毋过煞遭到最高法院否决。法学专家表示，这项裁决是对川普行政命令的强烈回击。The Supreme Court today reaffirmed a long-standing principle that every baby born on U.S. soil is a U.S. citizen. The majority of the court reached this conclusion on constitutional grounds, and today's decision marks a striking rebuke against President Trump's executive order that purported to limit birthright citizenship. 不过，伫另外一项由跨性别学生提起的跨性别运动员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是维持各州禁止跨性别女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比赛的决定。虽然大法官伫宪法平权的争议上意见无同，不过有关当地认定无违反平权法。面对这一丝一影的指标性裁决，川普发文批评法官误解历史，佮强声会透过国会立法反击。对维持跨性别禁令的裁决，川普是俄罗这是保护女性运动员公平性的重大胜利。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马基斯坦一间私人的补习班昨发生这厝顶绑起的意外，迄当阵是当咧上课，有14个学生死亡，5个人受伤。这医疗人员表示讲，这罹难的学生囡仔拢是伫咧4岁至16岁之间，大多数拢无到9岁。巴基斯坦东部城市一间私人的补习班，3日发生厝顶崩塌的意外。迄时，工仔人甲足侪重的物件放伫咧厝顶，当咧修理这栋厝的厝遐。毋过教室内底还阁有囡仔在上课，厝顶雄雄落落去，跌伫囡仔身上，造成14个学生死亡，5个人受伤，包括一个30岁查某老师，也若有救着学生囡仔。年龄是伫咧7岁到11岁之间。救援人员和民众赶到位，用烟笔啊、和双手、乌涂和下皮啊，希望会当找到更较侪活的人，也是受伤的囡仔。看到家己的囡仔发生意外，家长伫咧亡者的遗体边啊，目屎是忍袂煞。सब कुछ पता था लेकिन क्या करें मजबूरी थी हमने कहा चलो करीब है घर के करीब ही है क्या इतनी दूर जाना है हमने ताकर इधर करीब आंखों के सामने रहेगी कोई भी मसला होगी मम्मा घर पे इनकी वो खुद ले भी आएगी छोड़ भी आएगी 在地教育部长就表示，这间补习班是私人主体，专门予散车囡仔上课，毋过无注册。警方伫咧社群平台承诺会展开调查，而且表示厝主甲建筑的包头2个关键的负责人已经被拘留。医疗人员就讲，这个崩塌事故过身的学生囡仔年龄伫咧4岁到16岁之间。其中大多数无到9岁。巴基斯坦总统扎达里嘛表达哀悼，总理嘛发声明，希望受伤的人会当早日恢复，而且指示相关的部门提供医疗援助。法新社就报道，厝顶含建筑物倒塌的意外，伫咧巴基斯坦是足接看。去年7月，南部的散车地区嘛捌发生5层楼高的建筑倒塌去，造成27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再来看这委内瑞拉连续2场的大地震，目前上新的统计是1943个人死亡，也有1万人受伤。另外，即马也阁有5万人是失联去的。经过6天的时间，即马这全区又阁传出好消息，有一个掉伫咧厝壳下骹的3岁囡仔，落尾互人成功甲救出来。来自约旦的救援团队利用热成像技术，6月30日伫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下坡仔内底，成功救出一个受困6天、敢若3岁查甫囡仔。这囡仔虽然出现脱水，不过生命现象稳定，已经转去附近的病院接受观察甲治疗。伫地震发生了后的72点钟，互人讲是黄金救援期，也是生存率的关键。受困6天，拢总144点钟，还阁会当存活，是展现生命的奇迹。根据委内瑞拉当地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有来自世界27个国家，总共40个救援团队伫咧委内瑞拉的灾区进行救援的工作，包含2000个军队甲160只的搜救犬，日夜拢咧甲时间走相约。不过也是有家属对救灾效率真不满。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a salvar vidas. Su hijo, Lenin del Yurice.
y no lo consigo para que me ayude o me mande personal para que nos ayude a sacar escombros porque mi hijo está ahí. 委内瑞拉发生大地震到今，也阁有大约5万的人下落不明。联合国已经提供大约1万的遗体袋仔做准备，这家属也是无放弃走病院，希望会当伫住院的名单顶悬看到亲人的名字。Que nosotros queremos saber que por favor se comunique con su familia, que en verdad nosotros estamos sufriendo mucho por eso.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发起一项5000万美金的援助计划，希望会当替未来3个月委内瑞拉50万的灾民提供充足的粮食，以免发生饥荒甲重大疾病。根据美国航太总署 NASA 雷达影像估计，委内瑞拉即间大地震造成全国大约58870栋的建筑物毁损。就算首都卡拉卡斯的地铁伫咧灾后第6天已经恢复通车，不过这条中间的路也阁真长，充满挑战。公新闻警官김Ben那落俄战争来看，这乌克兰呢是继续出动无人机来攻击罗西亚炼油设备。目前这罗西亚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咧限制使用石油啊，加油站排队是安尼排甲热长。罗西亚总统普京也头一届公开来承认，即马国内当咧欠油。路边排队等要加油的车是排甲热长。伫排队上头前是一个加油站。罗西亚炼油的设施受到乌克兰几啊届用无人机攻击，造成罗西亚陷入欠油的危机。有的加油站也因为安尼全收起来，有的加油站排队是排甲热长。Плохо. Везде очереди, где-то вообще бензина нет,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3 заправки проехать мимо, где нет вообще топлива. Потом ты в очереди стоишь, можешь час отстоять, 2, можешь 30 минут отстоять, как повезет, да? 因为欠油，罗西亚最近这几啊礼拜的汽油计实是起甲真惊人。有的私人的加油站，用好的汽油就起甲1日2.42块的美金，差不多大票77块，比美国平均的计数还阁较悬。部分罗西亚的民众出门开始较少咧塞车，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步练。毋若是加油爱等几半步。部分的加油站还阁限制供应量，有的靠塞车的工课，塞车就爱食油，亲像快递、外送员、客运车等等，有的人全决定辞职，或者是全袂走长途的。Стараешься пропускать заказы, которые дальние, то есть это области, СНТ, просто не берешь, потому что знаешь, что обратно ехать и бензина просто не будет, и придется стоять в очереди. Мне нужно раз в день заправляться. То есть в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такой очереди? Я курьером работаю, я перестал работать.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罗西亚总统普京2白嘛召开部长甲官员的会议，承认出现连贯的危机，呼吁都要尽全力确保全国燃油的供应。上时嘛按算采取措施，伫短期内暂时禁止汽油甲航空用油的外销，嘛考虑要全面禁止外销柴油，来度过目前欠油的危机。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继续当来关心咱国内这台北捷运是开放多元支付，用 iPhone 的手机啊，若准有开这快速模式，安尼就算手机啊无电，也是会当感应入去的。今仔日正式来实行，或者是统计早起3点钟用这信用卡来付车钱的人有5000人次。等超久可以这样讲，对，但是这方面很多啊，不然每次要套悠游卡刷或用悠游付，我觉得还蛮麻烦的。我们今天的交易量可能会达到2万人次，也就是在过去的交易量的2倍到3倍左右。我们没有办法如同储值卡一样，在上面注记旅客的搭乘次数跟累积的金额，所以在技术还没有克服之前，这个要常客优惠回馈的功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目前针对这使用信用卡无坐车的优惠呢，台北捷运是回应讲，各银行会陆续来推出方案。也若 T-Pass 月票要是无通好加入多元支付的，必须得爱摕实体的卡片才会使使用。或者是表示讲，这条技术性的问题，也阁需要讨论来解决。根据统计，这台北市呢超过30档而且无电梯的这个老公寓呢有8万多栋。住伫个旧公寓的这老大人，其实处理是真无方便的。所以市政府是推出补助这个旧公寓呢起电梯的政策，上悬是补助到480万。目前这台北市信义区的富台社区，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无需要搁行楼梯8悬8阶，电梯骑落去就使行到门口口。住伫老公寓的居民单小交讲，以前厝内底的老人因为行动无方便，无法度爬楼梯，就干来使踮伫厝内。
后来引起申请台北市府的电梯补助。电梯起来了后，厝内底的老人可会使逐礼拜出门去买菜。啊，你若无电梯吼，完全拢袂当出来，就敢若规日厝内都规范人的意思共款啦。啊，即马像我家己厝的老人啊，即马出门一礼拜会当去市场去2工去买菜，买伊喜食的物件呢啊。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老人人口超过450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市超过30年而且无电梯的公寓就8万外栋。对住伫楼顶的老大人，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人来讲，要出入拢真困难。针对这个问题，台北市府自2015年开始推出补助旧公寓起电梯的政策，目前有100多件已经申请通过。逐户安尼去问，有诶，我就家己住家己诶楼梯，就有人无同意啊。哎呀，要签嘛，有诶无爱签啊。哎呀，到尾啊，阮就甲一半了后尔，阮就送件。台北市政府指出，只要公寓起超过20年，是60岁以下，而且当作厝体来使用，超过一半的住户同意，就会当申请。补助金额会使到300万，若是符合途径证件或者是特别的地区，上悬会使摕到480万。未来放宽相关的标准，也就是我们会针对家户的身份，也就是如果家庭只要有一位是65岁以上长辈，或者是育有3岁以下孩子，也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身障朋友、低收入或者是有长照需求，我们就把整个补助再提高。台北市府表示，政策推动的过程中有接到民众反映条件伤严格，或者是为了起电梯取消法定的停车位，就搁爱纳一笔代金。未来会将代金取消，卖甲条件放零，希望鼓励民众起电梯，让大家生活搁较利便。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咱国内这警察界又搁出代志啊！检方是查到有真侪警察因是涉嫌收乌西，帮助误导去探听这案件侦办的进度。其中呢，涉案的8个警察，除了是顶埔派出所警员李金良，互人升压禁见以外，其他包括着刑事局公关室的研究员刘宗林等人，是以20万来交保。即马专案是照贪污甲泄密等罪嫌来甲侦办。警方这篇搜查抓回来的1名查甫人，拢是警界家己人。伫今年5月，才放约谈的刑事局公关室研究员刘宗林，即届又搁涉入其中。毋但伊对刑事局、台北市警局、甲新北市警局检警大动作约谈8名警官甲警员，有刑事警侦查员顾修尧、台北市警局大安分局小队长蔡仲华、南港分局小队长沈玉婷、信义分局侦查组李光伟、敦南派出所警员柯义如、新北市警局的民防管制中心高长蔡明俊，甲顶埔派出所的警员李金良，涉案多数警察先后拢以20万交保，干那李金良互人升压禁见。警界阁部署警旗风波，检方发现新北市刑大侦办的一起国内乌道主导的投资诈骗案，1名警察涉嫌接受招待、参加宴会、阁收礼，利用人带念旧情，探听案情进度。尤其李金良做一个承办员，较早的中官，互人指控乌西要求部署卖亲密对查。都上铐。一名穿白衫的细地查甫人，就是关键的中人，伊是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和乌道甲警界人员拢真好，互人指控委托来收银仔，先后共款互人升压禁见。侦查秘密的问题，即使是我们内部的同仁，也要做某种的限定。就像我们去查询相关的资讯系统，这个查询都留记录嘛。那今天有人其他跟本案无关的长官或朋友来问这一事情的话，其实也类似有这个登记制度。警察涉嫌不法，警政署回应内部主动发现会自称员警的风气，专案后续会向贪污、泄密、各自化等等的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澎湖达当敢若7、8月时有开放，互人来掠野生的马粪海胆来卖，也毋过即摆呢，煞有人是偷走的。县政府昨昏就查到154粒啊，农渔局是提示讲，这违规的人通判3档的刑期，也是罚15万，呼吁大家都爱做伙来维护环境。塑胶袋内底海胆放规堆等人客交关，澎湖固定伫逐年7、8月开放捡壳大过8公分的马粪海胆，有民众初一早起就到市场准备买来试滋味。腥臭味之类的海鲜类完全不会，不会，就鲜甜鲜甜的。摕到海胆，民众兴趣市扒开来食，阁有游客专程到澎湖，就是为着要食一喙海胆。尽管是开放的第一天，不过嘛有店头表示，今年客的量比前几年啊减2倍，恐惊今年的海胆价销会较起。前几天，你看像昨晚又有在报了，又有好几个偷跑又被抓到了，所以你说量要多要少，其实都有，天气人为都有。今天早上大概收获了多少的？
大概100颗吧。大量海胆壳等伫海坪头壳状况，互偏有野生海胆的族群减真济。官府伫开放前一暝就查到违规甲无做的马粪海胆154粒，为着要打击犯法行为，偏有地检署6月初3查到今年第一件违法捡海胆的案件，隔天就起诉求判动刑。今年到目前统计为止，总共查获了4件违规的案件，查获7人，马粪海胆309颗。均移送地检署侦办。农渔局强调，以渔业法规定，禁采集捡海胆会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并科15万以下的罚金。呼吁民众唔通黑白捡，较免犯法，佮破坏海洋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42岁姓黄的越南籍移工呢，去中华梨林溪附近咧掠这野生的金马甲毛蟹，也毋过人煞失联去。警消人员是出动空翕机来敲找，昨昏伫永兴海埔地呢发现一个移工，毋过人心脏已经停去啊。即马警方是当咧理清案情。警消人员驶树林船伫中华梨林溪附近来回敲找，因为有一位42岁姓黄越南籍的移工，讲要来遮掠野生的金马毛蟹，但是人却失踪，联络袂到。拜二，警消救援人员找到这位移工的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心跳。一名外籍移工前往二林溪抓螃蟹，到早上8时尚未有消息。本局随即展开搜救，出动各式车辆、船体、无人机、消防人员10名。经过1天搜救，发现该名疑中身影，明显死亡。消防局表示，拜一接到报案，因出动11位消防人员，3位义消找人。拜二伫永兴海埔地附近发现这位姓黄的移工，但是人已经死亡。在地环境教育协会就讲，这因为挖出海口生态丰富，不少民众渔民会来这掠野生的海产，但是要真注意捞水的变化。我们这边就是永兴海埔新生地，会捕捞螃蟹，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会去抓鳗苗。觉得这边它算是涨退潮比较危险的海域。因为涨退潮的时间要非常的清楚，或者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沟渠，所以在涨潮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从西边过来，它可能来自于四面八方。目前这位移工发生事故的详细原因，警方伫咧调查厘清。消防局嘛提醒，即马热人若是去溪边、海边，一定要注意天气状况加海水饱流的时间，避免发生危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这动保的议题，来看新竹竹北火车头呢，有猫仔是互人用这充电线甲绑甲袂紧袂动。警方接到通报去到现场，发现拢总是有5只，其中3只拢是用这手机的充电线互绑掉咧。目前已经甲这猫仔安置啊，也若刷落呢，也会针对行为人来进行调查。这查甫人探把体摕伫涂骹边，也有几啊只古锥的猫，不离个详细看，其中3只拢用手机的充电线绑安安。动保团队接到通知了，赶紧通报警方到现场救猫。为啥咧绑咯？伊有专用的迄个锁啊，无共哦。为啥咧绑呢？啊，袂歹绑我偷掉就好啊嘛，我也无虐待伊。代志发生伫竹北火车头头前，这查甫人讲，这猫是朋友寄伊饲的，因为惊猫走去，才甲猫绑起来。但这款的行为已经有虐待的疑虑。其实他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了，就不应该去动那些小动物。现场没有干净的饮水跟食物，我们也认定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动物照顾好，所以可能就是先带回这个动保所，让这个动保所这边然后去安置这些那个小猫。新竹县动保所指出，这猫经过初步检查，健康状况拢无问题。不离个，这查甫人照顾猫的方式无妥当，会去调查看敢有违反相关规定，若有会依照动物保护法处罚。如果构成伤害的话，违反动物保护法，那第6条的规定，然后会处3000到1万5的罚款。然后这个虐待伤害的话，会依受伤的程度不一，然后有加重罚。动保所讲，目前这猫是暂时安置伫动保所内底，等相关程序完成了，会开放一般民众来领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宜兰的圣母山庄步道呢是真有名的景点，即马已经是热闹旅游的大过啊。也毋过这条步道线因为咧做工程，就要封到11月才会来开放。即马山顶一寡点头是烦恼讲生理会受到影响，嘛有人是因为惊新的路线转找无路。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来检讨这工程的进度，希望会当量早恢复通行。
消防员伫黑暗中就外摆起步道救援受困的山友。宜兰大溪新埔山庄步道最近因为县政府甲大溪乡公所工程封闭，有计11月才开放，也毋过封闭到今已经传出2件。山友惊新开的外摆起水墙龙山，要去新埔登山步道抓受困的案件。新埔山庄步道由违查禁止游客上山，宣布都阻挡民众去雕成新埔山庄步道。林保署就呼吁山野区的民众唔免着急要爬，也毋过想要步道尽速开放的，唔那是山友，要顾山顶的番啊。这样大概少几层？少几层啊？差8层都有吧？他就暑假这一段就没有。他等到他开的时候就已经淡季了，这样。不是淡季，它下雨的天气会比较多。就变成人比较少。番啊感叹，新埔山庄步道伫休热大会期间封闭，成立比往年同期少大约8成，也是希望会当更早开放。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刘金新也伫面册发文，这期新埔山庄步道只是小工程，监工袂当锁定工期，袂当分段施工，袂当假日天工开放，那么也会当时做安全的替代路线。请民众在这段时间大概工期大概5个月能够配合我们的施工避免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这个我们的健走的部分。县政府表示，为了防范遍布路就基础作业甲材料调运等安全风险，经过整体评估，决定以游客甲施工人员的安全为首要考量，采取全面封闭措施，建议民众先避免去新埔山庄。目前已经执行厂商伫确保品质甲安全的前提之下，积极赶工，搁随时检讨工序，尽力量早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前10大里当中有6里就踮咧高雄，今仔是高雄市里林调整的头一天，估计是影响18万外人。有部分市民是怨叹讲办理这证件注记是真麻烦，不过伊嘛表示讲尊重市政府的决策。也那民政局是表示讲，其实这个注记呢只是为着识别尔，无影响到任何权益。高雄市行政区里林调整今仔日正式起工，其中高雄第2大里，也就是伫美术馆附近的大里龙水里嘛完成整并。这个调整主要是因应人口变迁，互里林的规模会当更较平衡，提升行政效率甲资源的分配。不过现任的里长认为实在是无这个必要。如果为了这个多这个10万，让这个里多10万，你才把这个里分成2个里分，那倒不如你就不要分，你就给我20万就可以了。李斌认为，原本的里运作已经真惯势，烦恼理解改变了，可能会影响地方的认同感，嘛会较无遐尼利便。两边的话，我们现在里长就在那边啊，就另外在北美术那边。地域上可能就变成会有一点让我们觉得是次等的感觉。民政局表示，民众就算唔换身份证嘛不要紧，袂损害到伊应该爱有的权益。不贴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个资料都已经同步给。所有各县市通通都已经完成作业了。虽然大家对整并有无同意见，不过居民甲里长拢表示尊重市府的政策，期待整并了各项的行政服务顺利交接，互地方的发展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今仔日开始这牛年的标示也有新的制度啊，限定有摕到这青的牛年的标章，台湾生产的牛年才会当甲标做是鲜乳的是青的牛年，其他的拢爱改做是牛年。也若手续茶也着爱照规定，有用台湾青的牛年的才会当合作是鲜奶茶青的牛年茶，这违法上当是罚到400万。家顶摆满各种年品，消费者若无斟酌看，定定唔知影安怎经真正的清零。因过因为部分进口年品保存期限较长，会造成消费者认知无清楚。对这代志，政府强化市场的区隔，用新制分做青零甲牛零。7月号鲜乳标示新制上路，只有取得鲜乳标章或者验证标章的国产乳品才能叫做鲜乳。业者如果标示不符，最重可罚400万元。如果未取得鲜乳标章、验证标章的食用乳而标示为鲜乳，将依违反食安法第28条规定，标示不实，处以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款。年品外阿有搭一只牛的大纸，代表有青零认证，也有得到台湾优良农产品 CAS、产销履历农产品 TAP， 这3项拢会当叫青零，其他拢应该标示牛零、羊零等。实际去卖场，国产的青零拢有青零标章，不过也是有纽西兰年品标示青零，只有属福因包装修正完成期，以产品制造日为准，产品会当继续卖到有效期。标章比较不会认错，因为贴了
贴纸，你就会知道它跟其他是不一样的。这个保障这个嘛，对不对？要这样是吧？面对纽西兰年品连关税挑战，中华民国农业协会表示，现在不是禁止进口年品，是透过标示透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知的权利。台湾农业产业永续发展协会讲，政府应该提供有够的配套措施甲完成期。那这个标示完之后，是不是针对生乳收购会有一个优先机制，或是会因为消费者会比较清晰的做选择，而让这些乳品公司对于农民的收购保障会更明确。去买一罐咖啡加拿铁的，我想象是应该是加的鲜奶啊，但是呢，我付出的是鲜奶的钱，结果他们加的是什么冰砖还原奶啊，加的是长效奶啊，那是不对的。另外，手续伊唔同款有受新制规范，若唔是使用国产的青莲原料，产品的名称都袂当叫青莲茶，爱改做牛奶茶还是牛奶红茶，标示无实在会罚款4万至400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台湾万有乐的作者杨松祖也个翻译金玲是摕到国际报客奖，咱总统赖清德亲身来甲颁奖，感谢因成功互咱台湾文学爬上世界舞台。台湾的文学推向国际舞台，总统赖清德亲身来颁奖，肯定作家杨松祖甲翻译者金玲联手，互台湾的故事行向世界，嘛为台湾文学翻译创下重要的路站碑。杨松祖形容国际报客奖在亲像向世界拍开门窗。无论是文学作者、译者、学者、出版者，以及整个产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只能通过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我们将为世界展现台湾人的台湾。这场交流会嘛，将饭桌啊搬入现场，实际烹出册里写着的麻芛汤、肉燥饭、甲鸡啊手等等的料理，透过描写食食，带读者来感受无同时代生活面貌，也对妻子来理解台湾的文化甲历史。有句谚语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子的力量，而出一本书，尤其是一本翻译书。当然也 takes a village。台湾万有乐接受得到日本翻译大赏、美国国家图书奖、甲英国国际报客奖等等的肯定。总统赖清德以卡球的球星梅西伫世界杯完成无啊戏法做比喻，讲这项成就真难得，伊家己嘛对册里得到真侪启发。所以他说，台湾百年文学的探索跟书写，基本上就是台湾人追求自由的百年的追求这句话我看得非常感动。赖清德感谢杨松祖甲金玲透过文学，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也希望大家继续伫家己的土地写家己的故事，唱家己的歌，让台湾的声音传向更加远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第37届的团结金曲奖也来公布入围的名单，也有特别奖的得奖者。这金角类的特别奖是93岁晚州民谣的保存者张立贵。今日戏剧表演类的特别奖是乱弹戏的保存者王庆峰。一句一句唱出原住民谣，这是93岁原住民谣保存者张立贵，嘛是传统艺术界一年一摆大代志。团结金曲奖第37届音乐类特别奖的得奖者，这个奖肯定伊几十年来传承原住民谣的贡献。那戏剧表演类特别奖的得奖者是保留客家文化乱弹戏的王庆峰。小港要你有是钱哦。王庆峰用这般的深度表演，伊7岁就入戏班，到达伊的戏剧人生已经累积80档，是传统表演艺术乱弹戏的重要保存者。除了公布特别奖，第37届团结金曲奖嘛公布音乐类甲戏剧表演类的入围名单。主办单位讲，今年总报名数平顶一届加148件，拢总有780件，代表台湾有真丰富的创作力。那今年报名非常踊跃，是突破了历年来很高的数字，780件的一个报名的总数，其中比去年相较多了148件，代表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丰沛的创作能量的一个
总成。我想我们传统艺术节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让我们的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也能够有新意，能够有未来。文化部表示，传统金曲奖到达已经第37年。台湾的传统戏剧甲音乐是本土文化主体性袂当取代根本。那第37届团结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打算伫8月22日举办，表扬过去一年伫传统音乐甲戏剧有出色表演的创作者，嘛毋望愈来愈侪人熟悉台湾的传统艺术。记者郭正勇、王志光台北报道。立法院9月会是来审查运动部115年度的预算，也毋过昨暗煞传出这部长李勇要来请辞啊。李勇伊本身呢是有出面来解说，讲其实拢无这款代志的。因若这哪个夜的奥运的9月就要来举办啊，运动部是正式把这名单交予周碧辉。这回这台湾是有482个选手参加30多个项目。7月7日啊，立法院各委会总算审查运动部2016年的预算。拄开始，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照庭书发言，要求调委国民党立委罗定伟说明，是安怎要做学教育部长陈英耀请病假去复选。循程序请假，事后却被这样秋后算账，而且是跟事实毫不相干的错误的说法。曾部长说他现在的身体不好。但是呢，我们看到没有啊？备询一条虫，地方一条龙。预算也未审就先烧钱，李勇甲运动部的官员敢若会当点点啊听。不过昨暗雄雄传出李勇想要请辞，这时媒体就来访问，想要听本人的讲法。我也是昨天突然晚间收到这样的讯息，我自己也是蛮错愕，但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打算。李勇讲，目前无要请辞，有行政院长杜英台支持，会继续尽本分。针对名古屋奥运2个月过了后，起果也会尽全力帮助选手。处长洪志昌是补充讲，本届奥运组团会有超过150位教练支援参赛的运动种类。因那奥运参赛的选手有482位，其中楚颖有2位女选手。因为你选手在2次的资格赛，最好的选手是第7名跟第13名。那男选手的部分，最好的成绩都在16名以外，让能够进到前8的女子选手也列入在这一次亚运的代表队里面。顶一届杭州奥运摕19块金牌，出轮出兵就摕7块。不过，名古屋奥运是无甲伊列入去比赛的项目。运动部表示真可惜。另外，这也是李勇担任运动部长的头一届奥运。李勇无回应要摕几块金牌的目标，搁再表示成绩交予选手甲教练，运动部会做因的靠山甲因支援。记者综合报道。好，再来看加拿大，因为是这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所以当地也开始咧烧骹球啊。一寡卖这纪念品的业者是安尼抢棍，不过其实嘛有部分店头因为因卖物件是无授权的，所以互官方单位要求要全部落价。加拿大虽然香港做是冰球王国，不过嘛是这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加上加拿大队进前是以6-0大胜卡达，摕到队史头一场世界杯的胜利，和当地是愈来愈少卡球。各主办的城市拢感受会到世界杯热烈滚滚的气氛。温哥华总共举办7场的比赛，英属哥伦比亚体育馆附近的艺品店，当准备款会要来卖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纪念品。业者想到这几礼拜比赛，逐天拢有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前日来因这间细细间的店面，消费要买各种世界杯卡球的纪念品。那业者讲，因真正是抢甲笑气啊！尤其是伊家己制作的 Vancouver BC 2026冰箱的 Keep Tea， 因店面是上界抢市。No, my son said, "Dad, that's a loser. You're not going to make any money on this." And then when he realized what the prices of licensed merchandise was, he came around really quickly because the value was definitely there. And how have they been selling for you? Unbelievable. I can't keep enough of them. Actually, he took 5,000 of them to our portable store yesterday. 不过个国际卡球总会 FIFA 商标的规矩是这么严格，嘛，互一寡店头是感觉真甜头。一个宠物用品店的业者买30只卡球主题布红啊，伫网络顶悬写 FIFA 嫌来做宣传，尾也去用要求爱甲理解掉。伊讲，伊原本就无要意这批商品，因为就算讲全部卖了，嘛敢若通赚100块美金，将其买伊将这剩的布红啊，拢送互狗啊救援组织。There's no impact to me now. It's just business as usual. I'm not going to see any more business. 对一寡店家来讲，世界杯就互因就爱先关门休困，
因为世界杯的举办，就爱做交通管制。体育馆附近这交通管制落去，互一寡顾客就真恶行到遐。亲像水族馆，就无啥人要去交管。业者嘛认为世界杯卡球的球币无啥有可能会去遐消费，就爱先关门，先受损失。It makes us nervous, losing 7 days, of course, of income. And we're hoping that people support us in between those days,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hit, and it's going to definitely affect our months going forward on how we operate. 世界杯为温哥华带来大批观光人潮，也有商机。啊，毋过对着一寡店头来讲，交通管制嘛，互因生意拢免做啊，颠倒是一种拖磨。伫个世界杯，有人是欢喜通趁钱，啊，有人就爱怨叹吐大气。公司新闻心乐培编译。今日下晡晡的天气，稍后咱继续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头，阁有马祖，大多数拢是坐云到好天。干那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落一寡短暂阵雨。今仔日金门甲澎湖嘛会落短暂阵雨。下昼的时阵，中部以北地区甲其他山区阁会落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